台南市醫生協會今年初在安南區啟動關懷行動，先是發送物資給安南區的舊北、文南兩個里，總共167戶家屬離戶。22號，擱再進行另外一波的送暖行動，在北安路二段520號展開愛心便當發送活動。我們是從今年的1月5號開始開始做愛心便當代用餐那我們在短短大概2個禮拜內發起這個活動，在這2個禮拜之內呢，我們也募捐了很多的愛心捐款然後我們這一次總共要發放250份的便當，針對這個安息里、鳳凰里還有梅花里那個我們哲軒綠豆沙的這個老闆娘知道這個活動，她也贊助我們每一份便當那個1杯那個綠豆沙那也很感謝我們的里長，還有我們集美便當的老闆也是我們的理事丁清吉丁先生還有我們的中誠議員，還有我們所有的里長來幫我們完成這個活動。這次發送的對象是透過市員李中勤、協調、鳳凰、梅花、安溪等3個里所提供的受助名單，由吉米便當店提供飯仔肉，哲軒綠豆沙贊助飲料，做伙溫暖綠色族群。非常感謝我們義山協會理事長的號召，然後集結我們所有的愛心人一起來做公益。那也感謝我們集美我們便當店的老闆，然後那麼用心的來規劃這個活動。然後我相信說現在的物資上漲，讓很多我們的弱勢家庭都生活得非常的困苦，所以由理事長號召這一次的活動，讓我們所有的一些弱勢家庭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午餐，溫暖的午餐來食用，所以很感謝，也希望未來我們邀請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加入我們团隊，可以做的更多的一個公益活動。醫生協會理事長陳忠信表示，協會服務包含急難救助、中家受力後生活改善、重大社會事件救助等。現在每禮拜1到拜5中午，在北安路2段吉米便當店，攏有愛心便當發送，每天20個，邀請中家受力後現場取用。協會也歡迎有寡濟善心民眾加入義善行列。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